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进行铸造仁波切转世圣像的项目。2017年之前，多杰雄登护法透过庞龙神谕确认仁波切完整的24个转世传承，所以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制造圣像纪念上师的每个转世的时候，我们得以累积大量的功德，以便上师显现其转世种种显赫的汗马功绩。这样的做法是西藏佛教的传统。肖像细节是指佛菩萨、上师等所显现的样貌、首饰、衣着、法器等内容。肖像的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诸佛菩萨、上师透过样貌等的显现，指引我们成佛的蓝图，以及他们在世时候佛法贡献的表现。所以他们的体型、衣着、首饰、法器、坐姿或站姿等等，每一个都是佛法教诲的象征。所以我们在铸造圣像的过程中不能马虎，而且必须清楚呈现。仁波切衔接的转世传承可以追溯回2500多年前，非常久远的佛陀时代。我们很庆幸的是，仁波切的转世都是佛教历史众所周知的著名修行者，例如首创以香供佛这个佛教传统，单凭一个人的力量让整座城市皈依佛陀，在大小圣经典处处可见的须摩提女等等。因为这些转世都很杰出，所以在唐卡和雕像中对他们的描绘记载其实不少，还有许多关于他们生活的故事、成就等等都有迹可循。所以我们寻找资料、研究并参访中国相关的寺院，参考其中壁画的描绘细节。之后我们汇集这些转世肖像最常见的特征，以决定他们最写实的样貌。我们也很幸运可以跟一位能够把雕像做得栩栩如生的艺术家合作。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些圣像全部已经成功运到科切拉禅修林，目前我们在为他们清理及彩绘，以备即将竣工的舍利殿所需。接着，容我借此机会为大家分享仁波切几个转世的故事。班禅索南扎巴，班禅索南扎巴的原名索南扎巴，由于他精通显密教义，所以被赐为班禅的封号，意思为大学者。班禅索南扎巴是史上唯一曾担任格鲁三世、甘丹色拉和哲邦寺住持的人。他也曾被委以上密院住持，以及第15任甘丹赤巴之重任，也就是格鲁派尊贵法座持有人。班禅索南扎巴的卓越学术和成就，可从其涵盖各种主题的45册大作来证明。当时的大学者们十分重视他的著作，而这些著作至今依然是甘丹萨基寺、哲蚌洛舍林寺和惹对寺格西所沿用的课本，也为上密院所用。在他担任甘丹赤巴一职时所写下的2个著名回向记，至今还是格鲁派跟随者朗朗上口的偈颂。三度固仁波切的转世也出现在第12和13世纪之间，他就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是第一任萨迦法王萨钦贡嘎宁波的孙子，后来他自己也成为第4任萨迦法王。这一位开创藏传佛教萨迦传承的萨迦五祖之一，还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因精通佛教5大论著着称，同时他也是一位金刚乘的杰出编经者。当他还在学习爬行的婴儿阶段，就已经能自发地使用梵语与母亲交谈。到了3岁的时候，这位异常聪颖的男孩已经能使用梵语、藏文、中文
和蒙古文来进行读写了。不久后，他甚至能背诵复杂的密续经典，还在梦里记下经典的内容，这一些都是圣者的吉祥特征。萨迦班智达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佛教义理大师和辩论家，他曾经成功的在公共辩论场上将包括哈里南达在内的许多外道逻辑家和学者辩倒。此外，他也是多产的作家和译师，汇编了上百部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佛教典籍。萨迦班智达也创造了蒙古字母，之后由学者修正。由此可见，萨迦班智达后来在学术上的卓越表现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萨迦班智达声名远播至整个西藏甚至中原，他是第一位在西藏以外地区弘扬西藏佛教的藏人。当时蒙古王子跟萨迦班智达会面之后，决定试探萨迦班智达的能力，于是他秘密吩咐巫师施法，变出一座寺院的幻象，然后请萨迦班智达加持这座寺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萨迦班智达透过仪式和加持，把幻象的寺院变成了真实的寺院。王子见状大感吃惊，立刻下跪为自己的怀疑忏悔，并以虔敬心皈依了萨迦班智达，象征着坛月，也就是施主和宗师之间友善佛法关系的开始。除了这个神通事件，萨迦班智达一生中还数次展示他的神通，例如公开预言自己圆寂的年份，还有展示了他密续修行的成就。三都固仁波切被认证的第一个转世身份，可追溯回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佛陀当时的大功德主及弟子须达多的女儿须摩提女。须达多又名己孤独，是佛陀第一座寺院起源精舍的功德主。须达多供养上师法业的正确态度，可说是给后世人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须摩提女追随父亲的步伐，开创了延续至今信众给佛陀及僧团供养食物和熏香的文化。而须摩提女让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也许就是凭一己之力把佛法带给满腹城成千上万的人。须摩提女出于对佛陀的虔敬，在自家的屋顶上手持香火，诚心祈请佛陀其眷属前来满腹城接受供养。隔天，佛陀及眷属便奇迹般从天而降，前来接受供养及说法。顿时，当地成千上万的人对佛陀和佛法升起了极大的信心。须摩提女的事迹启示世人，我们对佛陀的纯净依止心，能使佛法弘扬十方，触动无数生命。在佛教三大传承小乘、大乘和金刚乘的文献里，皆有须摩提女不朽的名声。她对佛陀的信心、依止心以及无私的奉献，使得她在那一世便以在家人的身份证得了阿罗汉果。这也意味着，不管我们是在家或出家修行，我们都能在修行中得到觉悟。须摩提女给佛陀供香的这个举动，开创了给诸佛做供养这个至今依然在各个宗派实修的久远传统。须摩提女供养及念诵祈请记的这个举动，开创了念诵祈请文的传统。须摩提女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都是富有修行意义的遗产。仁波切的每个前世都跟他今世有着许多共同点，好比我们现在所说的须摩提女跟仁波切的相同圆满功德是，须摩提女开创供香、供佛和供僧的传统，也将佛法带到原来是边地的满腹城。而仁波切的这一世，则将金刚乘佛教带到没有藏族人的马来西亚，让不熟悉金刚乘佛教的马来西亚人理解和修行殊胜的金刚乘法教。
仁波切的转世故事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为大家分享这几位了。最重要的是，仁波切所有转世和仁波切都是一样，非常特别，独一无二，而且都是佛教历史上做出非常大奉献的大成就者。每一位都是广泛的利益众生的高僧大德。由于仁波切已经逝迹，所以这个项目变得更为重要且有意义。因为仁波切下一世的转世必然会称愿再来，慈悲引导我们这些迷途羔羊，持续发挥他每一个转世的愿力和成就，让世界各地的有缘人如沐佛之春风，得以离苦得乐。